我哋先嚟做一個祈禱啊！真係天父，本心感謝讚美你，今日係你所命定嘅日子，我哋要在當中歡喜快樂。求你聖靈親自帶領，以後孩子分享你話語嘅時間，讓弟兄姊妹有個謙卑受教嘅心，我哋能夠同感一靈，同得造就，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你。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好，我哋今日會學習以賽亞書第19章第8課，第19章嘅中部嚇。我哋先嚟簡單回顧下上一課。上一課有講到咧，當時猶太人咧，猶太人佢哋唔少人都對埃及心存幻想，但係佢哋真正嘅保障咧係藏喺神嘅翅膀嘅蔭下嘅。咁亦都有講到歷史係唔會重演，但係會經常押韻嚇。咁進步主義最大嘅問題咧，佢哋唔肯承認人性最全然嘅敗壞啊！咁亦都有講到喺神嘅眼中咧，一切都係向住佢收割嘅時機發展嘅。亦都有講到神會喺恰當嘅時候修剪地上嘅萬邦為佢嘅計劃所用。咁亦都有講到個人行自己眼中看為正嘅事，可以係神嘅體諒，亦都可以變成放縱自己嘅個人任意而行。咁亦都有講到咧，喺百姓曠野漂流嘅時候，神允許佢哋喺獻祭嗰度有更多嘅自由。但係當佢哋入到迦南之後，呢啲可能會成為放縱情慾嘅機會。咁亦都有講到咧，我哋只有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嘅事，先能夠喺應許當中長久生活。咁亦都有講到神指定人必須喺佢所選擇嘅地方去敬拜佢同埋侍奉佢。咁立約嘅民同埋神嘅關係如果對咧，就不必再同外邦人訂立盟約。咁亦都有講到咧，神喺度安靜旁觀，等候葡萄成熟嘅。亦都有講到將來古實咧，必因睇到神嘅拯救而喺錫安敬拜神。亦都有講到外邦人將會被接納入聖約嘅恩典之下。咁神會迅速行動去擊打埃及。咁亦都有講到百姓唔應該同注定失敗嘅外邦人去結盟嘅。咁埃及係巴別塔嘅擴展版。咁佢哋依靠自己嘅智慧，唔需要神佢哋。咁我哋好多時候會依靠睇得見嘅埃及，多於依靠睇唔見嘅神。呢個係我哋吸取嘅教訓。咁同埋神咧，所以就要讓呢個埃及失敗，挪去人喺地上嘅倚靠，好讓我哋能夠誠實倚靠耶和華。咁要挪去神嘅百姓喺地上所倚靠嘅。好，我哋簡單回顧上一課，我哋最後到呢一課嚇。咁我哋再嚟每一次都會回顧一下我哋成個以賽亞書嘅結構嚇。以賽亞書一共有幾多章啊？66章。成本聖經幾多卷啊？66卷嚇。1到39章對應舊約，舊約一共有39章。40到66章係對應新約。咁1到35章係責備，36到39章係歷史，而40到66章係安慰。咁我哋第一季嗰度有講到論猶大同埋以色列。咁我哋今次係講13到23章係論列國嘅，包括巴比倫啦、亞述啦等等。呢個13到23章。咁我哋之前有講到巴比倫、亞述、非利士、摩押、大馬色、以色列、古實、埃及。埃及篇幅比較長跟住仲有之後嘅。咁19章嘅結構同大家睇一睇下，再睇一睇。1到4節係講到內戰，5到10節係經濟嘅蕭條，11到15節係政治混亂。16到17節係講到神攻擊埃及，埃及係懼怕猶大。咁18到22節係講到埃及歸向神。咁23到25節係講到埃及、亞述、以色列合一歸主。咁1到15節係講到當時嘅情景。咁16到25節係講到末世嘅情景。咁我哋再睇睇當時嘅一啲嘅歷史嘅環境嚇。喺主前第8世紀，
埃及係處於一個分裂嘅狀況啊。尼羅河三角洲咧，由至少4個法老分治。咁喺715年咧，古實王沙巴古係統一埃及啊。咁711年咧，撒耳根就鎮壓亞實突嘅領導啊，係埃及慫恿佢哋叛變。咁以賽亞佢喺20章嘅時候，佢有赤身露體行走3年，預言到埃及同埋古實被擄嘅。咁跟住喺674同埋671年，以斯哈頓咧就2度入侵呢個埃及啊，呢個係亞述帝國以斯哈頓咁跟住663年咧，有一個王叫做亞述班尼帕咧，就征服咗上埃及嘅亞述班尼帕。好，我哋嚟睇一睇出埃及記19章，我哋一齊讀5到6節，一齊讀好冇？海中的水必絕盡，河也消沒乾，江河要變臭，埃及的河水都必減少枯乾，為子和奴隸都必衰殘。呢個係指到埃及嘅場景，佢哋將來會係咁樣樣。咁我哋再嚟讀7到8節，我哋一齊讀啊！靠尼羅河旁的草田，並沿尼羅河所種的田，都必枯乾，莊稼被風吹去，歸於無有。捕魚的必哀哭，在尼羅河一切釣魚的必悲傷，在水上撒網的都必衰弱。呢個係尼羅河本嚟係一個好好嘅好豐庶嘅河，而家變成咗一個好似係死河咁樣樣。呢個亦都係俾我哋一啲嘅教訓。我哋再嚟讀9到10節。用梳好的麻做物的和織白布的都必羞愧，柱必被打碎，所有僱工的心必受煩。僱工的都必受煩，冇嘢做咁5到10節係預言到埃及嘅經濟崩潰。咁呢個海可能係指到尼羅河下游洪水泛濫嘅樣。咁呢個河係指到尼羅河。尼羅河係可以話全世界最長嘅一條河，係埃及最重要嘅一個生命之河，係好重要嚇。咁呢個河川係指到尼羅河嘅灌溉系統。咁埃及嘅河水係指到尼羅河三角洲嘅一個分支三角洲嘅分支。咁5到6節原文有4次間接提到尼羅河，咁7到8節原文有4次直接提到尼羅河。咁顯示呢個災難係極其嘅嚴重呢條河係非常嘅重要，貫穿成個埃及嘅從非洲嘅南部開始咁如果冇尼羅河就冇埃及咁埃及嘅降水稀少國家嘅生存繁榮完全係依賴尼羅河呢個灌溉期結束嘅地方就係沙漠嘅地方喺今日嚟講。埃及呢個地方我哋當中有人去過埃及沙漠係好多嘅咁嗰個原因係本嚟有尼羅河，咁其實同佢哋得罪神有關係神降雨俾佢哋咁多咁尼羅河最後1000幾公里冇任何嘅支流，水況非常容易預測嘅。咁每年洪水泛濫嘅週期幾乎都係固定嘅。咁呢個生命資源嘅豐富性同埋可預測性，令到埃及人係自信滿滿。佢哋覺得自己係冇問題。幾時有洪水？點樣佢哋可以預料。咁但係人算，我哋有句説話咩不如天算神要降災俾佢哋係突然之間嘅。呢幾日美國，我哋呢度陽光燦爛大家知唔知美國有好多個州都好嚴寒好多食物都被搶購一空，我哋喺度好幸福㗎咁人倚仗咩咧？神就取走咩？咁如果一旦呢個尼羅河係消沒枯乾咧，全國就會崩潰。埃及人自以為唔需要神，咁其實命脈都係喺神嘅手中。我哋要清楚。咁樣脆弱嘅國家點樣值得神嘅百姓倚靠咧？但係好可惜，以色列人咧好多時候都係要
想依靠埃及嘅，甚至希加咁有信心嘅王都係咁樣樣，呢個值得我哋去警醒下。咁呢個葦子同埋蘆葦咧係指到尼羅河嘅出產。咁呢個打魚咧都係埃及嘅重要嘅產業呢個河裏邊有好多嘅魚仲有麻造布同埋麻造物同埋白布咧，亦都係埃及嘅特產嚟嘅喺呢個河同呢個河亦都有好有關係咁尼羅河如果乾枯咧，就影響埃及嘅漁業啦、農業啦、麻紡業啦係好多方面都影響嘅。咁經濟嘅崩潰咧，又會導致社會嘅崩潰最近喺中東伊朗有好多嘅示威仲發生好多嘅殘暴嘅事情因為經濟嘅原因引起呢啲嘅動盪所以經濟係好重要影響民生所以埃及嘅經濟如果崩潰，就會影響社會崩潰。咁埃及經濟嘅崩潰嘅源頭就係因為尼羅河，咁尼羅河又因為佢哋得罪神咁呢個國柱可能係指到經濟嘅支柱經濟嘅支柱大家睇下呢個尼羅河嘅下游從呢個沙漠穿過去嘅咁兩岸灌溉嘅終點咧就係沙漠嘅起點一灌溉一冇就變成沙漠啦。咁尼羅河好豐富嘅水資源令到埃及成為耶穌嘅時候羅馬帝國嘅糧倉亦都係埃及嘅生存繁榮都係完全係靠呢條河嘅你睇下佢北邊係去到地中海嗰度係一個尼羅河三角洲嚟嘅咁仲有西奈曠野努比亞沙漠、東沙漠、西沙漠呢個係一啲嘅場景，大家有啲嘅概念好，我哋一齊讀一讀11節，一齊讀下。所安的首領極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謀士，所籌劃的成為愚蒙。你們怎敢對法老說，我是智慧人的子孫，我是古王的後裔。喺約瑟嘅時代，當時法老要解夢都解唔到，只有約瑟佢話佢靠神去解夢所以呢啲所謂嘅術士呢啲謀士喺神嘅智慧面前都係不堪一擊嘅好，我哋再嚟讀12節。你的智慧人在哪裏呢？萬軍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他們可以知道，可以告訴你吧。即係神向我哋每一個人、每一個國家其實都有美好嘅旨意，但係我哋好多時候冇聽從冇去聽從。好，我哋再睇13節一齊讀。所安的首領都變為愚昧，那法的首領都受了迷惑。當埃及支派房角石的，使埃及人走錯了路。呢個房角石係咩意思啊？房角石即係話係嗰個根基，係嗰個帶領嘅意思，定方向嘅。喺當時喺房屋嚟講咁呢個房角石令到埃及人走錯路，呢啲領袖令到埃及人走錯路所以領袖係好重要如果領袖愚昧咁我哋嘅國家、我哋嘅教會、家庭都會受到迷惑我哋再睇14節。耶和華使乖謬的靈參入埃及中間，首領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錯，好像醉酒之人嘔吐的時候東倒西歪一樣咁呢個特別講到係耶和華使咁唔係神咁殘忍咁惡劣，而係呢啲人係得罪神，所以神係變亂佢哋搞壞佢哋好，我再睇15節。埃及中無論是頭與尾，中支與蘆葦，所作之功都不成就呢個11到15節預言到埃及嘅政治崩潰之前有講到經濟崩潰，尼羅河乾枯，咁而家係講到政治嘅崩潰所做嘅功都不成就
我哋還有句説話叫做咩啊？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嚇。即係話我哋可能策劃好多，但係真正成就嘅係神，係咁呢啲人可能謀劃好多，但係真正佢哋唔能夠成就。如果佢哋得罪神嘅話咁呢個瑣安啊，係位於尼羅河三角洲嘅塔尼斯，係埃及北部嘅行政中心。而挪弗係下埃及嘅古都孟菲斯係皮耶之後嘅古實法老遷都喺度成為抵抗亞述嘅前沿陣地前沿嘅基地所以一個喺北部，一個喺南部咁呢度上一節出現嘅謀士、智慧人同埋13節嘅首領、防國士，係指到當時埃及嘅祭司同埋貴族係掌握住政治嘅大權、宗教大權嘅。咁呢啲領袖所策劃嘅，成為愚蒙將國家帶入到歧途咁如果呢個國家嘅領袖係唔係敬畏神嘅，係拜偶像或者其他嘅，呢個國家就有災難所以要為國家嘅領袖去祈禱因為佢哋以神為敵，神就以佢哋為敵。當你以神為友嘅時候，神係以我哋做好朋友呢個好重要。呢個甚至講到無論是頭是尾，終之與蘆葦比喻到呢個社會從上到下，所有人所做嘅工都不成就當有國家從上到下都腐敗腐爛嘅時候，我哋所做嘅都係草木禾秸呢個係尼羅河從下游到上游包括有古實啦、上埃及啦、下埃及啦咁上面就係地中海，跟住右邊呢度係紅海跟住仲有西乃半島咁底比斯係上埃及嘅首都咁仲有挪弗係呢個下埃及嘅首都咁瑣安係埃及北部嘅呢個行政中心納帕塔咧係古實嘅首都嚟嘅大家可能睇得唔係好清楚喺呢個特別係呢個瑣安喺上邊嘅，喺綠色嗰度喺尼羅河三角洲嘅嗰個位置我哋大概了解一下呢個地形，我哋知道古埃及嘅係咁樣呢個係我從另外一個角度嚟睇下，一個係埃及，一個係古實咁呢個係亞述班尼柏時代嘅一個疆界，佢征服咗埃及嘅征服咗埃及呢個係瑣安係北部咁仲有挪弗咁呢個亞述嘅首都尼尼微喺邊個先知書嗰度曾經出現大家記唔記得約拿當時神要約拿去傳福音，講俾佢哋知尼尼微城會傾倒，結果佢就走咗去西邊想去西邊，結果神就捉佢翻嚟咁呢個亞實突呢個係非利士人呢個埃及鼓動佢哋去反叛，但係佢哋都係失敗嘅好，我哋再嚟睇一睇16節我哋一齊讀好冇？到那日，埃及人必像婦人一樣，他們必因萬軍之耶和華在埃及以上所掄的手戰驚懼怕呢個係咩意思咧？即係埃及呢個神喺佢埃及嘅上空去掄手令到佢哋會遭受一啲嘅災難我哋再睇17節一齊讀猶大地必使埃及驚恐，向誰提起猶大地，誰就懼怕。這是因萬軍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旨意。唔係猶大有幾咁犀利，而係猶大所依靠嘅神耶和華神係令到佢哋害怕我哋要清楚我哋要懼怕，真正懼怕嘅係神我要敬畏耶和華我再考大家每一次有陣時我都要考下，成本聖經最中間嘅嗰節經文喺邊度詩篇18篇第8節講咩投靠耶和華，強似倚賴反反覆覆要記住我哋要當然我哋神有陣時會借住人去幫助我哋，但係
我哋要明白，我哋最終嘅依靠係神啊。咁16到25節係預言到神對埃及嘅5個旨意。咁神擊打埃及嘅目的係為咗醫治啊，唔係要毀滅佢啊。埃及其實對於以色列人嚟講，某種程度啊都有幫助嘅啊。當時嘅雅各啊，佢帶住70個人落埃及，後尾發展成為大國啊。咁約瑟嘅養呢個約瑟係撫養主耶穌嘅啊。佢哋一家去到邊度逃難啊？埃及逃難嘅啊。所以呢個擊打為咗醫治啊。咁神嘅管教為咗拯救，擊打為咗醫治。咁神嘅旨意對猶大、埃及、亞述同埋所有外邦人都係一樣嘅啊，冇區別啊。神揀選以色列，亦都係為咗所有嘅人將來都能夠得救啊。呢個係好重要嘅概念嚇。所以我哋今日得救之後，我哋呢班人仲要去傳福音嘅啊，呢個好重要。咁所以先知用5個那日嚇，16節、18節、19節、23、24節，同埋5個萬軍之耶和華啊，分別喺16節、17、18、20同埋25節嚟反映神嘅旨意啊。神有定時嘅啊，神有定時嘅，大家清楚嚇。宣告喺神嘅救恩計劃當中，對埃及同埋外邦人嘅5個旨意，呢個就係新約啊，將前面嘅歷代以嚟隱藏喺創造萬物之神裏邊嘅奧秘啊。神有佢嘅奧秘，有佢嘅旨意啊。我哋睇睇以弗所書，我哋睇睇呢幾節嘅經文。以弗所書第3章7到8節，我哋一齊讀好冇？我做了這福音的執事，是照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的。我本來比眾聖徒中最小的還小，然而他還賜我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測不透的豐富傳給外邦人。我哋再讀9到10節。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的奧秘是如何安排的，為要藉着教會，使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我哋再讀，這是照神從萬世以前，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所定的旨意。我們因信耶穌，就在他裏面放膽無懼，篤信不疑地來到神面前。我哋再讀13節。所以我求你們不要因我為你們所受的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呢度係以弗所書度嚇。如果數書7到12節講到保羅佢點樣服侍受託嘅職分，首先佢服侍嘅基礎第7節講到我作了這福音嘅執事，是照神的恩賜，這恩賜是照他運行的大能賜給我嘅，係神俾佢嘅恩賜，神俾佢嘅職分。咁呢個職分唔係保羅賺翻嚟嘅，唔係佢求翻嚟嘅，係因為神嘅恩賜啟動嘅，靠住神嘅大能去維持嘅啊。咁所以保羅承認自己唔配呢份屬榮啊！佢話比眾聖徒當中最小嘅還小。保羅佢原來係點樣對待基督徒㗎？迫害嘅啊！咁佢後尾反轉啊！咁佢仍有責任去終身服侍。咁所以神嘅僕人嘅侍奉唔係靠自己，乃係靠神嘅大能同埋恩典。神從來唔會賜下職分啊，佢唔供應呢個履行職責嘅能力嚇。咁福音嘅執事係指到服侍福音職分嘅呢個態度，好似僕役咁樣殷勤。咁呢個執事又可以翻譯成用人或者係僕人啊。我哋教會都有執事嘅嚇。咁呢個用人或者僕人啊。咁服侍嘅內容啊，我哋睇首先係將基督測不透嘅豐富傳俾外邦人啊。神係無限嘅。將自己無限嘅豐富嘅恩典係賜俾人，咁所以基督嘅豐富係測不透嘅，所積蓄嘅一切智慧、知識都喺佢裏邊藏住，永遠都有更多嘅豐富等待我哋去發現。我哋讀聖經應該係閱讀
越有滋味更多我哋要學習嘅咁其次又使眾人都明白，這歷代以來隱藏在創造萬物之神裏邊嘅奧秘係點樣安排嘅。神喺創立世界之前已經預定咗合一嘅一個嘅奧秘按照佢智慧嘅安排，直到耶穌基督成就救贖之後先至啟示出嚟所以有好多嘅計劃我哋而家唔知，但係將來一定會知道咁仲有個服侍嘅目的係咩呢？為要藉住教會顯天上執政的掌權的現在得知神百般嘅智慧天上執政嘅掌權嘅包括天使同魔鬼呢啲靈界嘅受造之物。咁百般嘅智慧佢意思係豐富多樣嘅智慧教會唔係透過傳福音、社會關係或者其他活動嚟彰顯神嘅智慧。咁教會本身其實就已經宣告神百般嘅智慧我哋明白教會喺靈裏邊合一將來喺天上地下所有喺耶穌基督裏邊係一個合一嘅一個預演嚟嘅咁11節可以翻譯成，這是照着神在我們主基督耶穌裏邊所完成嘅永恆嘅計劃。咁神喺十字架上嘅挽回祭我哋本嚟都係要該死嘅，但係神喺十字架上成就咗佢嘅救恩完成咗神嘅永恆計劃，啟示咗神嘅智慧，咁令到外邦信徒同埋猶太信徒可以藉住耶穌基督可以喺主裏邊同歸於一。咁今日我哋仍然係可以相信亦藉住相信耶穌，可以喺佢嘅裏邊坦然無懼咁嚟到神嘅面前去親近神同埋呼求神所以我哋唔需要好似天主教咁藉住神父，我哋可以每一個人都嚟到耶穌基督嘅面前去親近神呢個好重要將我哋所思所求所想都係交俾神我哋唔使擔心唔使害怕咁主耶穌喺馬太福音嗰度教導我哋嘅主禱文係點講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首先係將神嘅旨意要去遵行嘅，然後咧再講日用嘅飲食俾我哋然後再求自己嘅嘢，然後再講我哋知免我們嘅債如同我們免人哋嘅債，我哋要饒恕人哋好似耶穌饒恕我哋一樣。如果我哋唔能夠饒恕人哋，耶穌亦都唔饒恕我哋仲有不叫我們遇見試探，如果原文嚟講係不叫我們進入試探遇見係經常遇見嘅，但係唔好進入仲有救我哋脫離兇惡，我哋會遇到兇惡嘅有災難嘅最近呢幾日美國有好多航班都取消我哋喺呢度仲有陽光有好多地方聽講牛都冇晒水都冇晒所以神有保守咁13節係一個勸勉同第2節首尾相呼應，結出一個2到13節嘅長句呢度講，所以我求你哋不要因我為你哋所受嘅患難喪膽，這原是你們的榮耀當時保羅係坐監嘅，但係要佢哋唔好喪膽咁因為讀者如果真正明白神賜俾保羅嘅職分，就唔應該因保羅所受嘅患難而疑惑懼怕，因為保羅被囚，為咗佢哋可以得着永遠嘅榮耀我哋今日生活喺一個好自由嘅國家，已經係好幸福有好多嘅地方因為福音係受到逼迫嘅好唔容易嘅今日我哋如果知道自己為義受苦係有福嘅，就唔應該為眼前嘅患難而喪膽呢啲都係屬於歷代以嚟隱藏喺創造萬物之神裏邊嘅奧秘嘅一部分全部都喺神智慧嘅安排之下，必將成為我哋嘅榮耀所以我哋有陣時為義受一啲嘅逼迫，受一啲嘅苦可能神會喺將來報答我哋，會為我哋成就極重無比嘅榮耀呢啲係非常嘅重要。咁我哋再翻嚟呢個以賽亞書，咁神對當時嘅
人有幾個嘅旨意，第一個旨意係神要讓埃及人敬畏神嚇。咁16節呢度講到萬軍之耶和華在埃及以上所掄嘅手啊，呢個為咗讓人敬畏佢啊。我哋還有句説話叫做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啊，即係話唔到嗰個地步，我哋就唔知道神原來係咁犀利。我哋好多時候都係輕看，唔夠敬畏啊，所以我哋要知道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啊，呢個好重要嘅啊。敬畏耶和華係智慧嘅開端，只有敬畏神先至能夠令到埃及脫離愚昧同埋迷惑啊，因為埃及係滿天神佛嘅啊，連青蛙都可以做神嘅啊。而家稍微好啲嚇啊，而家全世界最拜偶像最多嘅國家，大家知唔知係邊個國家？仲唔係泰國，係印度啊！聽講可能有起碼1萬種嘅，樣樣都可以成為神嘅。佢哋呢個國家嚇，所以但係印度而家係全世界人口最多嘅國家喎，可能係一個未來福音嘅地方嚇，所以要敬畏神先至可以。咁猶大只係一個小國但係埃及係古代嘅強國，咁猶大地必使埃及驚恐。向誰提起猶大地，誰就懼怕？有冇可能呢？唔係佢哋自己幾咁叻，係因為佢哋敬畏神，又睇到神企喺百姓嗰度。我哋以前有學過一個成語，叫做狐假咩啊？狐威，唔係嗰隻狐狸咁叻，係嗰個老虎企喺佢後邊。咁唔係猶大幾咁犀利，係神企喺佢後邊，咁有神同在，我哋仲唔使擔心所以我哋要明白，我哋要敬畏神好重要呢個係當時魯比亞嘅弓箭手嘅木製嘅模型佢出到喺主前2000年左右第11王朝上埃及嘅呢個墳墓而家喺埃及嘅開羅博物館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埃及可以去參觀一下好，我哋再嚟睇睇18節我哋一齊讀。當那日，埃及地必有50%的人說迦南的方言，又指着萬軍之耶和華起誓，有一城必稱為滅亡城。迦南嘅方言係指到咩方言啊？迦南講咩説話？喺當時嚟講，就係指到以色列人佢哋所講嘅説話希伯來文咁第二個指到神嘅國將會臨到埃及50%呢個5係埃及人好認為好吉祥嘅數字咁喺聖經當中，可能我哋會覺得7係一個完美嘅數字。咁我哋華人係中意咩數字啊？8咁我哋要記住嗰節經文咁50%可能係代表埃及全地嘅許多城咁呢啲城首先成為神嘅國度即係用呢個5嚟代表埃及嘅大多數嘅城臨到埃及嘅50%，唔係淨係呢5個城嘅意思，係指到代表大多數嘅意思咁迦南嘅方言係指到希伯來話，好似哈利路亞將來有好多埃及人轉向敬拜真神，用希伯來話嚟指住萬軍之耶和華起誓，即係話呢啲人原來抵抗神嘅，後尾轉向神咁其實而家喺東歐有啲個國家，佢哋聽講福音都幾興旺以前佢哋係抵擋福音嘅咁呢個滅亡原文同呢個日頭係諧音咁滅亡嘅希伯來話係點？希伯來文點講咧？係 rest 咁呢個日頭係 Kares 差個 K 係諧音。咁呢個70士譯本咧，將滅亡城翻譯成太陽城呢個影射到埃及嘅太陽神敬拜中心埃及地伯示麥亦即係話呢個本嚟陽光嘅地方變成滅亡嘅地方呢個係一個希伯來佢哋文學寫作嘅一個嘅方法咁古埃及人稱之為支柱，古希臘人稱之為
太陽城啊。咁呢個相關語，亦即係話預言到將來埃及嗰啲堅持拜偶像嗰啲人嘅結局係滅亡嘅。啊，將來巴比倫王要打碎埃及地嘅伯示麥嘅主唱，用火嚟焚燒埃及神嘅廟宇。啊，呢個將來真係實現咗嘅。啊，我哋嚟睇睇耶利米書嚇，我哋一齊讀好冇？耶利米書嘅43章第8節，我哋一齊讀好冇？在答比列，耶和華的話臨到耶利米說：你在猶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幾塊大石頭，藏在砌磚的灰泥中，就是在答比列法老的宮門那裏，對他們說：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我必召我的僕人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尼，在所藏的石頭上，我要安置他的寶座，他必將光華的寶杖支搭在其上。我再嚟讀，他要來攻擊埃及地，定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為擄掠的，必被擄掠；定為刀殺的，必交刀殺。好，我再繼續讀。我要在埃及神的廟中使火着起，巴比倫王要將廟宇焚燒，神像老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從那裏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人伯示麥的柱像，用火焚燒埃及神的廟宇。呢個另外一卷書講到呢個配合到以賽亞書嘅預言係講到呢個情景嘅咁呢個答比列係指到百姓進入埃及嘅第一站百姓一進入埃及不必求先知代求，也不必等候10日，神嘅話即刻就追到，因為神早就知道我怎樣將我嘅怒氣同埋憤怒傾倒喺耶路撒冷嘅身上。你們進入埃及嘅時候，我必照樣將我嘅憤怒傾倒喺你哋嘅身上。因為當時呢啲亡國嘅以色列人，佢哋要去到埃及要避難，但係神係要佢哋就留喺耶路撒冷，留喺以色列，要佢哋唔好走。但係佢哋去到埃及嘅時候，追兵就去到嗰度咁同樣，無論我哋點樣逃，神都唔會放過我哋該學嘅屬靈功課都係繞唔過去嘅。我哋進入埃及嘅時候，係神追討臨到埃及嘅日子。我哋去到邊度？詩篇有一句說話，就算去到海極，神都會喺嗰度。神係無處不在嘅，無所不知嘅，無所不能嘅，全知全在全能嘅神。咁當我哋抱怨自己嘅禱告唔蒙垂聽嘅時候，我哋應該好好思考，點解神會喺金海與讓人等候10日？但喺答比列佢主動賜下話語神係明明已經賜下旨意唔俾佢哋入埃及，但係佢哋仲係要去按照人嘅意思覺得嗰度係安全，但其實唔係安全咁呢度講到定為死亡嘅必致死亡，定為擄掠嘅必被擄掠，定為刀殺嘅必交刀殺神話要定。生就生，要死就死，要興旺就興旺，要衰敗就衰敗，一切都有神嘅定旨。呢個重複之前嘅預言，呼籲神當時嘅宣告：雖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求，我的心也不顧惜這百姓。摩西係邊個啊？摩西係寫咗摩西5經嘅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嘅，佢仲係可以話係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可以話以色列嘅國父咁嘅。咁佢求神係好容易聽嘅。跟住撒母耳係邊一個啊？撒母耳係一個大嘅先知佢係一個過渡時期嘅，從士師記到列王時期嘅王國時代嘅大嘅祭司。但係喺度講到
就算有呢兩個人求佢嘅心都唔顧惜。嗰個原因唔係神係鐵石心腸，係因為呢啲百姓係點啊？好背逆啊！所以有人咧就係、有陣時咧，我都聽咗啲人同我講話，幫我求下啦，我嘅身體有問題，成日都瞓唔着。琴晚都仲有一個姊妹，佢成晚都瞓唔着，三更半夜，不過我已經瞓着咗啦。佢三更半夜發信息俾我，發咗好多，我今朝起嚟先睇到。但係我覺得佢擔心嗰啲嘢咧，真係唔使咁擔心。只係有啲物質嘅嘢，佢擔心成晚瞓唔着。我哋要放鬆落嚟嚇。咁而家先知已經明白，即使係代求都冇用，因為百姓唔聽從耶和華嘅話。對於活喺肉體中嘅人嚟講，眼肉可見嘅巴比倫王，總係比睇唔見嘅神更加令人生畏，係咪咁咧？真係嗰個王同埋神，你更加驚邊個？好多時候我哋更加驚嗰個王，唔驚神嘅。心眼如果得開嘅人，行事為係憑住信心，唔係憑住眼見，呢個好重要啊！好，我哋再翻嚟以賽亞書19章19節，我哋一齊讀好。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為耶和華築的一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的一根柱。即係話埃及會為耶和華築壇築柱。我哋再睇20節。這都要在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做記號和證據。埃及人因為受人的欺壓，哀求耶和華，神就差遣一位救主做護衛者，拯救他們。所以埃及係對抗神，但係當佢哋哀求神嘅時候，佢哋神係點樣啊？仍然係派拯救者嚟去搭救佢哋嘅。所以神係一個憐憫有恩典嘅神。我哋再睇21節，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在那日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也要獻祭物和供物敬拜他，並向耶和華許願懷願。所以喺將來嘅時候，埃及必認識，埃及人必認識耶和華。仲要敬拜耶和華，去許願還願。我哋再睇22節，耶和華必擊打埃及，又擊打又醫治，埃及人就歸向耶和華，他就應允他們的禱告，醫治他們。神係希望埃及人能夠歸向佢哋。但係神都希望我哋能夠乖乖，但係希望我哋唔好經歷呢啲嘅鞭打。如果要經歷呢個鞭打，真係非常嘅可惜，非常可惜。我哋再睇第三個旨意，係神將使到埃及人歸向佢。神個國從5城擴大到整個嘅埃及地，從埃及地中擴大到埃及嘅邊界嗰度。咁埃及人歸向耶和華，將會有5個嘅面向。第一個係成為屬神嘅國度。用壇用柱喺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做記號同埋證據。呢啲係非常嘅重要，呢啲係成為佢哋敬拜神嘅一個記號。如果我哋睇聖經創世記嘅時候，雅各佢喺逃亡嘅路上，佢曾經有一條柱佢係喺嗰度澆灌油去敬拜神。咁亞伯拉罕佢亦都曾經築壇嘅好多地方。咁第二個係蒙神嘅拯救。埃及人因為受人嘅欺壓，哀求耶和華，神就差遣一位救主做守護者，拯救佢哋。呢個係好重要拯救保護。咁仲有係認識神，耶和華必被埃及人所認識。認識神係好重要，係要知道呢個認識原文嘅意思唔係好似我哋咁樣識得某個，你識得川普總統，你識得某位 NBC 嘅球星，唔係咁。嗰個認識係好似男女嘅嗰個關係咁深嘅關係，咁嘅意思。原文嘅意思係咁樣，好深嘅關係。咁仲有敬拜神，埃及人要獻祭物同埋供物敬拜佢，並向耶和華許願還願。向佢
希望做咩將來係點樣樣呢個都係神所喜悅嘅。咁仲有蒙神嘅復興佢必應允佢哋嘅禱告醫治佢哋呢個係古埃及第12王朝呢個法老叫做新努塞爾特一世喺呢個太陽城叫做赫里奧波利斯所建造嘅方尖碑呢個19節嘅呢度講到，在埃及嘅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嘅一根柱可能就類似嘅方尖碑可能係咁樣樣。好，我哋今日就學到呢度我哋下一次會學習19章嘅23節到21章嘅17節請大家預先讀一次。咁我哋有兩題去有啲時間討論一下首先係請看以賽亞書19章11到15節。埃及人雖然以智慧著稱，但係點解對神嘅旨意係一竅不通呢？呢個對你有咩影響呢？請位弟兄或者姊妹比較快翻到幫我哋讀一讀以賽亞書19章11到15節。有邊個比較快翻到幫我哋讀一讀？所安的首領極其愚昧，法老大有智慧的謀士，所籌劃的成為愚謀。你們怎敢對法老說，我是智慧人的子孫，我是古王的後裔？你的智慧人在哪裏呢？萬軍之耶和華向埃及所定的旨意，你們可以知道，可以告訴你吧。所有的首領都變為愚昧，拿弗的首領都受了迷惑。當埃及支派防國石的，是埃及人走錯了路。耶和華使乖謬的靈參入埃及中間，首領使埃及一切所做的都有差錯，好像醉酒之人嘔吐的時候東倒西歪一樣。埃及中無論是頭與尾，終之以蘆葦，所做之功都不成就。好，唔該嗱。埃及係以智慧著稱嘅，但係點解佢哋對神嘅旨意一竅不通呢？呢個對你有咩影響呢？佢哋係好驕傲嘅佢哋係以佢哋自恃好有智慧嘅，自己認為咁我諗咧，即係話佢呢啲都係人嘅智慧，同埋好多都係拜偶像，好似搬星像呢啲都係只係讓我哋迷惑所以唔係真正嘅神嘅智慧所以佢哋睇起嚟呢個又拜，嗰個又拜，其實係唔得嘅所以我哋係要敬畏神呢個好重要同埋我覺得神講過咧，即係你驕傲嘅人咧，佢係唔將佢嘅奧秘係同你 share 嘅，即係唔同你分享係神係只係將佢高深嘅嘢，即係將佢自己嘅嘢係只係向嗰啲係謙卑嘅人先顯露出嚟嘅。係謙卑嘅人唔該晒。好，我哋再睇第二題我哋睇19章19到20節。當埃及向神求助嘅時候，神點樣回應？呢個對你有咩影響？我哋請位弟兄或者姊妹比較快翻到，幫我哋讀19章19到20節。睇下邊個比較快翻到，幫你讀。當那日，在埃及地中必有為耶和華築的一座壇，在埃及的邊界上必有為耶和華立的一根柱，這都已在埃及地為萬軍之耶和華作記號和證據。埃及人因為受人的欺壓，哀求耶和華，他就差遣一位救主作護衛者，拯救他們。好，唔該。當埃及向神求助嘅時候，神點樣回應神點樣回應㗎？係咪無動於衷神雖然係有邊
打埃及人，但係佢亦都會有施救助咯，都係施憐憫咁樣咯。即係佢會管教嘅，但係佢亦都會係因為神係嗰個神其中個神性亦都係有呢個慈愛憐憫咯。係嘅。所以神係即使係曾經背逆拜偶像嘅埃及，神係伸出援手嘅。所以我哋今日如果我哋真係得罪神嘅時候，我哋要向神認罪悔改我哋要願意回轉向神。好，我哋今日就學到呢度。我想勸啲姊妹，我哋做結束祈禱啦。慈悲人嘅天父，感謝你，讓我哋都係平平安安咁樣咧。今日係一齊咁樣喺度學習你嘅話語，讓我哋喺學習以賽亞書嘅第19章。多謝父神，神啊，你係嗰位創天造地，你係用智慧聰明去立定呢個天地嘅。你係至高嘅真神。我哋都係要真係定睛咁仰望你。我哋更加希望係因為神你係派咗你獨生子作為我哋嘅挽回祭，讓我已經係讓我哋係能夠係白白咁得到呢個救恩。神啊，求你係幫助我哋，讓我哋咧係更加係與你親近，因為我哋知道我哋親近你，神你亦都係必親近我哋。我哋要係求神你係讓我哋係好好地咁學習你嘅話語，同埋懂得去分配時間，每日都能夠向你係去傾心吐意嘅禱告，同埋有聖靈嘅充沛，所以我哋係能夠係成為可以成為神你嘅朋友。感謝父神，你係垂聽我哋嘅禱告，不完全嘅禱告都係奉基督耶穌得勝嘅名而求。阿門。